不愧係咧係票房嘅保證啊！呢場咧對神氣嘅銀牌初賽又有2200幾個觀眾㗎。咁借你個罰球咧就啱啱斜出啦，德保洛夫咧當時都好驚㗎。咁梁成傑咧近幾場嘅比賽咧都係串遠呢個左後衞，打嚟嘅效果都唔錯。冇越位喎，開梁單刀咁德保洛夫睇下點做啦，出咗嚟，好啦，一射之下，德保洛夫嘅身材高大，咁加上咧佢比賽經驗豐富，封嗰啲位咧係特別係獨到嘅。呢個波又係咧全靠佢個封位，所以咧係得保不失嘅啫。咁啊，暫時嚟講咧，呢場嘅淘汰賽咧，南華嘅演出咧就狀態方面都幾好啊，可能咧對嗰啲東源入啦，球員狀態唔錯。呢個波咧幾乎擺烏龍嘅，咁臨到咧入少嘅時間咧，包家耀突然間出腳呢個波，如果中籠嘅話咧，即係會自擺烏龍，睇得南華打開呢個紀錄。咁啊，繼續都係南華咧發揮得比較好啊嚇，有健威將個波交過右手邊，睇個情況咧追到都好濛水啊，因為咧卡根諾夫到啊，呢個波鏟埋。卡根諾夫尾咧係什麼回偷到個波，俾後俾仙奴掹弓射埋去，緊係斜出嘅啫，緊係斜出。咁啊，仙奴咧就佢個經過呢幾場嘅比賽咧，就嚟咗香港成2個月㗎啦。咁啊，佢個作用咧肯定咗㗎啦。夏偉國再俾咧係加連奴一竇去呢邊，似乎呢邊有個機會喎。哎呀，漏咗咧就係咧係左邊入攝嘅呢個仙奴啊。咁仙奴咧見機不可失，立刻咧就射空門，但係再次俾包家耀咧包到呢個近柱嘅。麥基昂啊，同埋咧係卡根諾夫等等呢啲咧係神興嘅主力嘅外援球員咧喺呢場比賽入邊咧就係復出嘅，咁啊即係話佢攻守啊中場嘅聯繫方面咧都係加強咗。咁剛才咧哥連斯嘅射門就俾咧係今季上山嘅中奧員咧救出咗。山道士嘅角球開得麻麻地喎，唔夠高喎。歐偉倫跑入嚟中間俾咧譚偉國，仲有時間望一望後邊，然之後轉身過埋加個靚波咧俾加連奴域，好啦，加行速度。咁啱咧，德保洛夫咧出嚟嘅時間就差到絕，咁所以咧俾喺補時嘅時間俾加連奴咧跑咗呢個缺口。1-0啦嚇，咁啊德保洛夫呢個波出就死，唔出就死㗎啦，真係唔出又係睇住人帶埋嚟射，一出咧就未到之前就俾人鬥啦，睇睇啦，譚偉國一個過咗一個先，掹都掹唔到啦，好啦，即刻位個過頭波，睇加連奴域啱啱攝到個位啦，未到之前咧啱啱咧鬥高個波咧微底咧粒入係1-0啊！加連奴域咧踢南華咧係首開紀錄，啊和仔啦，其實已經仲坐緊波監㗎和仔喎。好啦，下半場嘅比賽啦，仙奴左腳叫翻過嚟呢邊嘅加連奴域，攬埋嚟中間頭柱一撞，哎呀頭條到你啦！呢下真係先由仙奴咧俾加連奴域，而加連奴域咧亦都右路底線咧鬥翻個靚嘅落點，好靚嘅波俾佢咧頭槌咧係頂入，2-0啦！哎呀咁啊〜頭一球波咧就係加連奴域入，呢球波咧就同仙奴咧兩個咧嚟一個撞牆之後咧，再撈翻埋嚟中間飛身咧係頂入嘅呢個波，2-0啊！有2球波在手啊，南華好勁㗎啦。咁啊，實呢場波咧就咁長嘅賽事咧，個後防咧打得咧真係好多漏洞嘅。咁啊，南華好多機會嘅，騎你一鏟過左手邊咧俾仙奴再俾入嚟中間，呢個波仲靚，歐偉倫第一時間一竇。啱咧就唔係好勁嘅喎，最弊呢啲波係龍門咧，德保洛夫最怕呢啲波，你一下鬥埋嚟勁咧就唔同啊，有角度。咁啊，但係呢個波冇啊，你個跑位線反而笠死啦，德保洛夫成3-0。咁啊，神啲球員咧就去旁證嗰度咧就係理論投訴就話呢個波是否咧係歐偉倫喺中間咧有越位在先呢？咁事實上咧，隻方華華咧喺現場嘅時候咧曾經個旗都舉起過㗎，咁後咧唔知點解收咗㗎。咁啊，無論點啊，呢個入球咧已經係成立咗3-0南華領先。咁啊，應該咧無驚無險咧可以進入咧係高級中銀牌次圈嘅賽事。咁啊，但係意猶未盡咯，似乎仲未滿足於3-0呢個紀錄喎。有健威啊，撳得幾靚㗎，仙奴咧越打越好啊！好啦，呢個波俾得幾靚啊！好啦，死位咧頂埋去。咁但係俾德保洛夫咧真真正正作出第一次嘅撲救啊！咁結果南華3-0咧獲得呢個銀牌嘅進。